青岛以后最牛逼的地方，你们知道在哪儿吗？不是张村河，张村河只是崂山的张村河，崂山不能没有张村河，没有张村河，崂山只能算个小崂山。但是青岛没有张村河，照样转，照样算青岛。真正决定青岛市区未来的，要看严家山、仓口机场、青岛北站这三个地方可以连成一片，就是跨海大桥高架南北两侧那片广袤的土地，非常非常重要。两个理由。第一，它这个位置很中心，到哪都方便，本质就是新都心向北的一个延伸，尤其是严家山板块，地铁非常密集，以后绝对牛逼。下一个新都心就是这儿。第二，张村河的调啊起得太高了，它再好跟大部分人没有关系，400万起步，少数人的狂欢，咱们享受不到它的发展红利。但是我刚才说的这个位置呢，可以下到150万，上到400万。刚需刚改，顺带着中产改善，你都可以来。它的覆盖面、受众范围啊，不夸张的讲，青岛90%的人群都适合，尤其是外来的大学生就业人口能流入青岛，需要这么个地方，不然房价太高，人都吓跑了。